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8分署，有一个员工疑似互分署长霸凌，伫个办公室自我了结。劳动部长何培山今仔日到立法院接受到质询，突然间情绪崩盘，流下目屎。目的良善啊，目的良善，你们报告里面写的目的良善。 主席，你要不要暂停一下，让主席要不要暂停一下时间，让部长的情绪缓和一下？时间不济。好，我想，谢分署长确实有霸凌的行为，确实有霸凌的行为。目的良善这样的用语错了，我们承认错误。 针对迄个涉嫌讲霸凌的分署长谢依勇的处置，劳动部长本地讲无权对这个分署长来停职，今仔日煞来解喙，讲会直接甲停职。即摆佫传出讲，伫个劳动部处分进前，谢依勇已经主动来请辞了。不过劳动部讲也未收到请辞相关的消息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